係宇宙王子 He-Man。He-Man 係永恆國嘅王子，亦即係骷髏頭堡嘅保護人。佢係我嘅朋友武打貓。由我得到神劍開始，每當我話請骷髏頭堡賜我力量，咁我就有無比神奇嘅力量㗎啦。於是武打貓變成英勇嘅戰鬥老虎，而我 He-Man 就變成威猛嘅宇宙戰士。只有3個人知道我嘅秘密，佢哋就係女魔術師、武器大王同埋奧蘇。我哋一齊保衛骷髏頭堡，唔俾佢落入骷髏魔嘅手上。睇住咧，我一定要收拾你哋嘅。嚟啦！努力隨不幸，純真且勇敢，誰可知道他是誰人？你若存希望，妄想可變真，誰可估計體內潛能？掃除黑暗，掃除黑心。你若存希望，奇蹟可發生，無需驚怕黑夜來臨。此時明燈，照亮人間。